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我来学乐，学乐诚心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一永活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知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这条歌甲人讲主丰盛的慈爱，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愿咱拢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甲热情来完成耶稣所交托予咱的，咱搁做伙三角来吟，对第一站吼，到第二站吼。我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诚心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一永活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知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对你出来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拄仔咱有出声吟诗无？这就是咱唱歌的是要报人知，要互人知，咱是敬畏上帝的人，咱是上帝所拣选的。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今日经文是耶稣呼召彼得。这群讨喜的人，叫做伊的学生，咱嘛用这条歌来陪伴咱的心，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耶稣啊，先跟对主，一定是因看到耶稣。伫因的心中有大大的作为甲改变，
愿咱就咱家己来奉献予主，咱个对头来开始，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耶稣叫我将圣神赐我阮道，阮道无耶稣的是因活出圣神在因生命中的开力，为主来见证福音。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感谢你，互阮陪十字架跟对你，因为主你的话甲阮讲，跟对你的人就陪十字架。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一支看袂到的十字架，伫阮的心中。无论这个十字架是重，也是真恶重重的，但是主你有讲，阮来呼求你，主你就将快乐赏赐予阮，帮助阮，互阮成做主你重心的圣道，嘛成做你的门徒，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真理，伫阮生活甲生命中。阮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伫主你的面前，摆入阮的心灵甲诚实。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圣诗第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主上帝。其实我要对你爱的，我的祈祷，望你我要你的圣殿，照亮你的我的灵主，我心间。
咱若听叹上主的话，这个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咱。咱伫城镇、伫乡村要得到祝福。咱的儿女、土地出产的、精生的，以及有仔囝、羊仔囝，拢要得到祝福。咱的篮仔甲炒面粉的盆，拢要得到祝福。咱入来要得到福气，出去也要得到福气。三甲来因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正人着听，听起日吟全首。天下万国正人着听，大家真正归主免惊，地上万会当心福山，上帝都已应该敬拜，全地福山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顶主宰，极大权力，历历万邦即将完变，全地顺他福山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福山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变真富贵无分地位，好使上帝好乐拜跪，正人隆重这声因光，一命尊贵应该敬奉，全地福山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正人感激无也无限，历代圣徒传播人间，主的功劳极伟大，全地福山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咱有缘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较济，大家来交托启应文第11篇，诗篇32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印。启应文第11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擦消。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无认罪，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
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济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阮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你的慈爱比天较悬，你的信实透到穹苍，你的伟大盘过天，你的荣光遍照全地。阮呼求你的圣名，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主，互喙焦的人知足，互枵餓的人有好物食甲饱。你是耶和华撒冷的主，透过耶稣基督将真平安赏赐予阮。伫主耶稣的内面，阮就有平安。你是耶和华立法的主，就是医治阮的主。阮若是心灵忧伤破碎，伫病痛中受折磨，信靠主，心灵就要得到你的怜悯甲医治。你是耶和华尼西的主，是阮甲对敌交战的军旗。我靠上主，举起阮的手来祈祷，就要得胜。亲爱的主上帝，求你怜悯阮的小信，无甲主当作阮的主，伫无用的生活当中，无有我靠你，无将逐项的事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总是伫无法度的当中，才找求主的帮助，求主你赦免。主啊，我要过一摆日子，永远跟对你，目睭所看会美下阮。世间的歹，阮会惊；对敌也要害阮。阮只有亲近主，求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跟对你的脚也行。我靠你，事事就会得成。阮也要伫信仰中有操练。回应上主你的听甲呼召，就是将阮的性命互主所用。伫工作的顶面、教会当中、亲情朋友中间，搁伫厝边街头巷尾去见证上主的名。所以，阮既然有这个积分，照所得到的恩典甲怜悯，就努力跑走，伫人的面前公开显明福音的真理。来唤醒正人的良心。阮不过是土所做的器具，伫阮的内面有宝贝，就是上帝至大的能力，透过阮祝福予四周围的人。天父上帝，感谢你救赎阮，成做你的囝儿。阮要活出自己受创造的目的，将家己献予你，将身躯。也献予你来做义的工具。可能阮感觉无够资格，无有才华，恩赐只有一点点仔，无学历，无背景。但是靠着上帝你的怜悯，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互主来使用，用上帝所赐的才能、疼心、耐心去帮助兄弟姊妹。甲无熟悉的人，安尼来服侍主，
阮也要去甲人分享做见证，伊过去捌经历着主的试炼甲罪恶的试探，但是靠着主已经行过死荫的山谷，性命得到更新，互人照着安尼来认捌真活的上帝。对主的人有幸福，也有主的大快乐伫阮的心中。不管阮过去有甚物事务阻挡阮互上帝使用的，可能是惊吓、是受气、受伤、怨愤、见笑，还是失败的经验，阮要定心来立志，回应主的呼召，专心跟对主，愿主使用阮未来的性命来荣耀主上帝。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使阮平安，阿门。献诗。圣歌队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圣诗381首，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最后有合唱的部分，请咱对林牧师的指挥来唱。
这粒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5章第1节到11节。现代台语译本伫第137页。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有一遍，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有一群人跪挖去要听上帝的话。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掠鱼的离开船，缀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迄只船，叫伊搁小可离开船。然后坐落去，对船顶驾驶证人。耶稣讲煞，对西门讲：甲船过去深的所在，拍网落去掠鱼。西门应讲：老师，阮拼规暝掠拢无。毋过你倒伫讲啊，我就来落网。因一个放落去，网着真侪鱼。网煞将要破去，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因就来将鱼缀伫2只船，缀到满满，煞将要沉落去。西门彼得一个看到，就跪落去耶稣的脚前，讲：主啊，请离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到遐济鱼，真着惊。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耶稣甲西门讲：毋免惊，对打以后，你会得着人。因拖船挖完了后，将一切放下去对耶稣。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回应耶稣的呼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昨对广州、韩国广州吼，圣衣长老教会吼，设因长老教会牧师带因20外位的青年来到咱教会访问。咱教会有放一段短短影片，互因了解咱教会的历史甲智慧。了后，因的主任牧师讲，咱甲因的教会是同一年设立的，1957年设立的。咱的教会是8月，因的教会是较晚年底。所以咱两间教会是同迄年主所设立的教会，只不过是一个伫台湾的台中，一个伫南韩韩国的广州广州。广州，咱会了解伊，就是较有名对广州事件广州的事件这是迄当时反抗威权时代所产生的人民。甲政府的互相之间，因为观念的落差所产生的真不幸的事件。广州事件死真侪人，甚至因有一区的墓园是当时死亡的人拢待伫遐，甚至有大学生这抗争的事件是对大学生来引起的、来产生的。所以迄当时学校拢无读册，拢学校拢关起来。其实即个风波是对首都对首尔慢慢扩大。广州拄好是一个敢若是番仔火，甲伊点落倒，造成人民甲当时威权时代，伊嘛是军人的政权。咱想看卖过去咱台湾嘛是安尼嘛有美丽岛事件，佮较早有228事件，拢是军人做统领整个国家
因为威权的政治，人民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所产生对人民不幸的事件吼。因的教会是主任牧师啦，因为我真正毋知影是到底是谁带队，昨昏较了解讲是因的主任牧师。我问讲，恁教会有几个牧师？伊讲有9个，其中佫有一个传道师，所以是差不多2个传到遮，一个先转去吼，所以有3个来到咱中间，一个伊先转去吼。因教会有几个会友，互恁约？因差不多讲500个至600个会友。有9个牧师，愿上帝使用帮赞。韩国的长老教会毋是干一个教派那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因为着要参加 WCC 世界教会协会的意见产生分裂，因为世界教会协会内面毋是干拢总是基督教，拢毋是雷锋笑区，毋是各种的，嘛毋是规正教会。WC 内底有东正教，有天主教，有东欧的的天主教东正教嘛有俄罗斯正教等等的，只要你若是一个教派，伊拢会当参加伫即个内面。当然，迄当时韩国长老教会对这因有无共款的想法，因有讲咱着对天主教解决出来咱搁为虾米要搁较因有啥物种的互动？所以因为安尼这是一个关键点啦。当然，这原因有足多，其中一项就是 WCC 要参加 WCC 的意见，所以因分裂合同跟统合了后，搁有真侪，搁有机长基督教长老会，搁有白石等等，总共差不多10几个长老教会长老教派。甲咱较神学理念较会下的是机长基督教长老会咱隔壁的中华中会，因就甲韩国的义山老会因老会就是中会啦，老会就是中会，甲因的义山的中会有结合做姊妹中会。东部中会就是花莲台东东部中会嘛有甲韩国其中一个长老教会中会做姊妹中会，台北7星中会有甲韩国教会做姊妹中会。希望上帝使用帮助咱，或者是简单甲咱讲，为什么伫同一个年所设立的教会，伫无共款的时代甲无共款的环境内面所发展，因将来拢是大学生较侪，问的拢大学生较侪，所以有20个差不多出社会可能是2-3个因为我嘛无法度一个甲因请安，总是有了解因的行程，差不多是1/3的时间来访问教会、参观教会，甲教会有做一个结连，因嘛表演福音的节目，唱一条中文歌、华语歌。了后，阁有表演迄个圣诞节耶稣降生的祝福的舞蹈我昨有搁甲看一届原来就是咧做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咱有送因往来所，阁有招待因食便当，伊有送咱海苔，所以今仔日咱的爱餐有加菜有加菜。有送咱迄个红参茶，咱中即回会泡来啉。以上甲大家做简单报告，互咱伫主的厅内面，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国家，犹原咧敬畏上帝，咧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互阮对昨看到韩国圣义长老教会牧师甲因的青年来到阮中间，有侪人是第一届来到台湾。透过安尼交流，互因更加了解台湾的教会以及台湾的福音，求上帝帮助因，互因伫少年的时就借着安尼福音的交流来到无共款国度的教会，求上帝你帮助，互阮会当清楚明白主你是全地主，是这人类的主。虽然无共款的语言，总是阮上款拢敬畏
一个主，一个圣神，一个洗礼，求上帝帮助阮，阮伫厅内面有无共款的看见，也帮助阮的教会来扩展福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是福音伫路加福音第1章到第5章第1节到11节，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来成做伊的学生。彼得、雅各甲约翰因是做甚物种头路的人？这段圣经有真清楚甲咱讲，因是伫掠鱼的，伫讨鱼的。有圣经学家解说，彼得、约翰甲雅各有可能因是有请工，甚至这船仔是因的，因家己的，因做一个船主啦吼，这船仔的主人，船仔的头家，一只船仔可能要有大副，要有二副，要有咧拖网的人，有开船仔的人等等，遮的一台船仔无可能是一个两个吼，因有可能3个、4个、5个有可能，所以因是小资本家啦，吼，小资本家有家己的船，也有请工。对因来讲，因伫社会劳工阶级嘛有一定的位置甲程度。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咯，格尼撒勒湖，这个湖咱嘛非常的熟，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只不过伫无共款的版本、无共款的所在所看到，虽然字无共款，但是伊是共一个所在吼，加利利湖也是吼。提比利亚湖、提比利亚湖、格林萨勒湖，这种是共款的所在。伊有一个出口，就是流入南部的西海，加利利湖。所以咱看到这段圣经，耶稣有一届来到这个所在，两只船的讨鱼人，因规暗拢掠无鱼，已经收工，伫岸边咧洗碗。意思就是讲，准备要回去厝，今仔日到这为止。不管掠偌济鱼，就是网仔洗洗，要倒来补面，因为因是暗时掠鱼。咱的鱼港嘛有真侪鱼仔是半暝仔出港讨鱼，然后一透早倒来。特别是即马有掠鱼的设备，就是透过光线，互鱼仔会当活过来。吼，鱼仔有即个聚光性，看到光伊会活过来，安尼来掠鱼。所以咱看到。遮掠鱼的人，因讲啥？西门吼，就是彼得甲应耶稣讲，阮规暝拢掠无，阮规暝拢无掠着啥物种的鱼啊！耶稣甲因讲啥？耶稣讲到最深的所在，将网拍伫遐。耶稣未呼召因进前，彼得、约翰、雅各，因是讲今仔日到遮为止。阮要倒来休困啊！阮要倒来休困啊！当然，耶稣来到遮，看到真侪人真委屈，要来听上帝话，要来听耶稣讲道理。耶稣看起即两只船仔伫湖边，就安那偷这船吼，叫这船安那，甲伊搁较开一点点然后坐伫船顶伫遐咧讲道。伊上着西门彼得的船，伊叫彼得讲放较开一点啊。从即个字眼来看，耶稣不但上彼得的船，佮伫遐来宣讲上帝的话，讲了，佮甲彼得讲，将船过到将船来到最深的所在来拍网来讨鱼。当然彼得会讲阮早就想要收工啊。那即马耶稣佮叫阮去掠鱼。耶稣应讲，彼得应讲，先生啊，阮规暝钓鱼拢掠无，但是是因为耶稣你讲的话，阮嘛甲试看卖啊，试试看，试看掠有啊掠无，无拍算，就是讲互咱想袂到，既然所掠着鱼，一只船仔底袂了解热。另外一只船仔会东坡来将这鱼底好满，这鱼仔才底会了，才底会了吼。所以咱看掠着鱼仔有偌济，所以耶稣佮甲西门讲，
你要得到人，你要得到人，亲像这鱼一样。总是等这个代志，等耶稣受定、搁活了后，经过5旬节圣神的降临，彼得第150军将讲道，第一次的讲道就互3000人来洗礼，规伫圣父、圣子耶稣的名下，一届就有3000人。所以咱想看觅啊，即个时代，咱要安怎一届互3000个人洗礼？咱教会就爱累积真久，累积10年、20年、30年嘛，无够3000人。所以证明耶稣彼得讲的话，毋是空空。我要互你得到，你要真做得到人的讨喜人，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所以耶稣吩咐讨喜人彼得的话，将船甲伊到水深的所在，趴网伫遐来掠鱼。对咱来看，啥物是最深的所在？约拿捌因为要得闪上帝交托伊的话，无爱去尼尼微城，伊要往即个他西，要往西班牙的船，伊要倒。耶稣叫往东，伊要往西啊。结果拄着大风大影，人家知影讲因为约拿你伫阮的船顶，所以船员甲伊提起来，怎甲伊弹落去大海。只有约拿伫圣经内面讲，伊伫最深的所在，伫大鱼的腹肚内，大鱼沉到最深的所在。按做帮助咱最深的所在，敢拢无鱼吗？捌去浮潜的人无？有人去浮潜对无？你浮伫水的顶面，你看到水下面有只鱼啊，迄拢是细尾，真正大尾是你看袂到，因为拢伫最深的所在。那有最深的所在，无事我去呛水，我去潜水啊，呛到20米就算深啊。咱若是排这，迄是气瓶啊，毋是氧气啊。咱讲大家讲迄是氧气瓶，迄是空气，迄是空气，迄种灌的空气，毋是氧气。咱看到人挨干啊，到这上手，迄毋是上手，迄这个呼吸器落去，有一个水压表。有一个水深表，到你看偌深的所在，差不多会当撑到40米就算足厉害。即摆有迄自由潜水，就是你通去撑到较深的，迄毋免排杆仔，毋免排迄个空气的杆仔。所以你若落去到20米，差不多4楼悬的所在。其实你嘛看无大鱼，拢是细尾鱼啊。你若较好运的，会当拄到海龟。即摆伫小琉球保育真好。差不多看到海龟的几率真悬绿丝龟。咱看到迄船差不多拢遮大只尔所以你看迄搁较大只的鱼，迄个搁伫搁较深的所在，是咱无法度去经历的迄个所在。总是耶稣命令讨鱼遮的人讲，来到最深的所在。这最深的所在，就诚做咱要安怎回应耶稣还未呼召的时。对这个讨鱼人，对约翰、对彼得、对雅各所讲的话，第一，因的观念是毋是有得到提升、调整，到最后会当改变？心理学的行为的模式，就是讲人有迄个观念，了行出行为，了搁因为咱内在的性格以及咱这个内在了诚做咱。命运会变做安那？这是心理学伊讲行为的模式。对圣经来看，咱对圣经所吸收的教导，以及咱所行出来，以及是伫咱的心中所产生咱的性格，也是咱的这个情感，最后会成做咱要行什么种的路程。有的人真勇敢，真大胆。有的人真小胆，有的人安怎？有的人真保守，总是有的人就真开放。到底咱是属于什么种的个性的人？彼得
咱知影讲伊的个性毋是真伊的性格是较暴躁，较暴躁，讨喜的人可能有伊的性格。所以咱想看觅啊，耶稣的学生嘛，因为无共款的性格来影响因的一生。保罗保罗是一个真严肃的人。保罗伊伫经学书经学书的下面来诚做一个咧教经典的人。伊反对基督教，当时信教的人，伊反对专门咧掠信耶稣的人。总是耶稣甲伊反转伊的性命，伊完全改变，伊完全要为着耶稣来奉献伊的一生。所以当咱想看嘛，这个观念，咱要安怎伫这观念的内面得到提升、调整家己，最后会当改变咱家己。我想对保罗的一生来看，保罗有做到，保罗是完全顺服。那照我的同学甲我讲的，我的同学伫美国咧牧会，伊讲因的教会全医师每一个医师佫有真侪博士咱知影讲博士是智慧分子，博士读足侪册，两个博士若因为无共款理念哇，那因两个拢做长了这着足大的差别啦伊讲真侪移民的教会嘛，因为人的知识真深，但是无愿意顺服对方，就诚做教会真大的无法度一致啦，无法度一致。我安尼解说大家听有无？意思就是两个长老拢真拢伫社会伫经济顶面拢真有分量，真有地位，因为意见无相款，哇，所以产生教会真大的纷争。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如果咱的观念若无得到一致，无得到提的观念。无得到一致，以及到咱会当调整以及改变，咱永远是原来的家己。彼得耶稣甲伊讲，你要诚做得到人的讨喜人。彼得是到耶稣对四个活了后，伊才领受着即种的经验。所以咱想看觅啊。彼得过去的经验讲，即个时阵毋是掠鱼的时阵，阮通常拢咧暗时咧掠鱼。哪会耶稣你叫阮白日时来掠鱼？耶稣第一次拍破了彼得伊原来的经验，甲伊的观念。讲掠鱼，耶稣你无比我较牛但是耶稣你即摆叫我白日时将船甲开到最深的所在，佮伫遐落网。迄天原本因的修行是零，总是因为耶稣的话，彼得甲伊的同伴有满的丰收，这是超越因所承受的，证明主的快乐是超越人所想的到的。甚至感觉人上界专业的咱认为上界专业的一个讨喜人，彼得雅各、约翰。因是上界专业的，伫加利利湖应该是真一等一的讨喜人，但是面对耶稣没辙了，煞反转因的观念改变。所以对咱来讲，咱一间普通的教会，咱想看觅，有时咱做的亏力有偌济，但是咱想讲咱做的亏力真少。有时咱嘛爱突破咱过去，也是讲咱较老的观念。即摆已经进入第21世纪，21世纪要进入21世纪，伫1999年的9月21，咱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对咱台湾来看是近代上大的地震，敢毋是？所以咱进入到21世纪。迄个时阵，内政部，咱面对要救灾，咱完全拢无甚物种的经验甲科技。是迄届地震了后，咱知影讲迄外国遮尔先进，也有啥物土耳其
因早迄啥物生命探测仪，迄时阵咱台湾也无半台生命探测仪，无。啊有搜救犬哦，我教我软去涂骹底去找去鼻味，看人是活的还是翘起。我咱连这嘛无，咱甲啥物观念拢无。对迄个事件了后，咱的内政部会救灾单位较知影讲，哦，咱的设备无够，开始买设备，派人去国外训练，啊了到即马，那世界逐所在若有发生地震啊是水灾，咱的内政部的消防署就安那，咱就会当派救灾单位去支援的。咱原本是向支援的。但是咱因为迄届地震了后，进入21世纪，咱却会当去帮助咱，敢毋是？所以咱的观念若无得到提升，无得到调整，啊，最后咱有法度去改变，咱无法度进步。第二，咱爱学习耶稣的眼光，伫水深的所在有大鱼。耶稣即届反复比着讲，将船搁较水深的所在。拄仔已经有讲过啊，咱到20米鱼仔，阁是真细尾，爱到100米，也是可能搁较深的所在，才有大鱼。耶稣除了会医病行神业，阁有眼光。伊即个眼光，有时伫传教者，也是信徒的信上，咱嘛有看到。所以咱有好的眼光，嘛爱有顺服的心。亲像彼得讲啊，因为耶稣你讲的话。我就要拍网，啊，建堂对教会来讲，迄是一个真深的所在，因为即马收到的公文，啊，建堂的公文，拢算亿的，无一间讲伊几千万就要起较好。离咱上近的丰原吼，丰东教会啊，曾牧师吼。啊，伊讲已经有来咱教会募款啦，啊，因为因教会今年要动土、要破土、要施工，嘛是算亿的啊。你看因的教会无到100个会友，啊，高雄嘛有一间教会，嘛是敲电话来讲牧师啊来当互阮去募款，吼，嘛是算亿的。我会记得有一间教会讲差不多30年前，吼。30年前，因就要建堂啊！啊，最近我有拄着因牧师，因为牧团年会我有拄着，哦，因新的牧师，因讲教会30年前要建堂，到30年后的今仔日还是原地踏步。因为30年前你无行出去，你无行出去水深的所在，迄个水深的所在无愿意承受，因为金额足悬的。30年后算亿的，迄时阵啊讲几千万。可能就会当完成，但是拢行袂出去。哦，游玩、教会、原在拢无变，哦，人数嘛是安尼，嘛无变。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哦，建堂是对教会来讲，迄是真正是一个最深的所在。原本我的母会嘛是讲要买隔壁，哦，要隔壁了做伙去，迄时阵200万。哦，迄时阵200万，但是牧师提案就向好悬了就无去，就无买，无买就照原来去，所以就减迄个平数，迄时阵200万，哦，这嘛是拢是30年的代志。有一间教会，就是后壁有一块地，迄时阵要叫伊买，因就讲啊，阮无需要。当然教会一直咧发展，因感觉有需要的是迄块地已经起10楼的大楼。起10楼的大楼，然后内底有人要买，因就去买。这种因所开的吼是迄当时啊，会10倍、20倍、30倍、40倍。迄个水深的所在，你无行过，会搁较深啦，所以因即马即间教会有买啥物买4楼啊，有当时啊买6楼啊，吼，有当时啊买10楼安尼跳，无法度一届拢买较够，吼，因为人要卖哩，人无可能卖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在最深的所在，有可能咱来白付出10年、20年的代价，嘛求上帝帮助咱哪有耶稣的眼光啊？我看宣教师过去买地，即马拢足值钱的，
过去宣教师所合的地，经过100年，天价。虽然讲台湾上介好嘅教会是台湾基督教教会，这个都没有错。敢若地价值就超在偌济啊！有的是宣教师留落来，敢若台南新行院迄块地，你看，就偌有价值。但是迄当时迄伫清朝，迄是城门边的地啊，是毋是？所以咱想看觅啊，马街买地嘛是啊，因迄叫做啥物？叫炮台埔，迄顶面有炮台，咧山埔，即马变做真理大学，变做淡江中学，迄个较早马街的宣教基地啊。马街买土地，买建的教会，大场亭，艋舺，即拢是伫市中心内面，当然是较老的市区，但是拢真有价值，地拢真大。昨带咱来。金牧师有一个宣教师阿到某伫台中担主已经20多年，你敢知影？伊嘛是真辛苦，因敢若会当买100范厝的其中一间做因的教会啦，对。100范厝一间，伊老是礼拜堂，后壁是厨房，因若要食饭，就爱甲这椅仔刷好开，桌仔摆出来，伫遮食饭，迄个收生产的桌仔，饭菜放伫遐，就伫遐食饭。是算是袂歹啊，有家己的地啊，有家己的厝啊。一间安尼教会接待20个少年人甲牧师，这嘛是无简单的事，真无简单的事。所以上帝帮助咱有耶稣互咱的眼光，耶稣的眼光。耶稣伫福音书嘛甲咱讲，我实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地死，犹原还阁是一粒。若是死上会结出真侪粒出来。像即句话真做咱会帮助，要回应耶稣的呼召。你若无真做迄粒麦仔，咱无法度结出真侪的麦仔出来。所以咱看到囡仔，就若像看到教会的经济，因后来的富裕会开晓，会长大。咱看到咱的成人，若看到咱的商人，这是叫做圣神的花蕊啊，信仰的花蕊啊，已经开花啊。但是咱看到咱的囡仔，伊就是信仰的种子。上界烦恼就是讲无籽的果子。咱知影讲无籽，即马拢有无籽的对无？木瓜破开无籽，无籽就袂当阁野种啊。所以咱的生命内面爱有种子，互咱传承。其实咱台湾的信仰伫400多年前荷兰时代就已经有啊。荷兰人已经将信仰、将基督教已经带来台湾。迄当时接纳的人叫做台南北部的民族，咱讲西拉雅好，伫新港迄个所在，甚至有神学院，神学家也是讲历史学家迄个考察，迄个新港迄个所在，大约伫咧新市啊，新市迄个所在，但是遐拢无去啊，因为郑成功来甲荷兰人赶走，甚至甲宣教师拢赶出去，袂当互因伫遮个传福音。已经努力到有教会，阁有神学院，甚至将福音书马太福音已经甲伊翻译做当时北部族西拉雅因的文字用罗马用拼音不一定是罗马拼音，就是用拼音甲伊写落来迄叫做新港文书。所以伫17世纪大航海时代，宣教师就伫咱即个所在。毋则讲巴克勒牧师伊到伫山边咧传福音的时阵，遮个北部族的后代讲：你是我的阿母亲戚，因为因口传的历史讲，因几百年前甲荷兰人有即个交往的经验，这是真实的故事，宣教师写的。所以，上帝帮助咱今仔教会是有真侪人也种子到今仔日开花结果子。道行教会嘛是，咱明年要庆祝70年，咱的教会嘛是伫遮
有精灵留互咱即栋建筑物，敢毋是？咱伫即栋建筑物，你有付出，安表示讲你伫即个对教会徛真久上帝赐福你。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伫信仰内面佮继续传承。第三，最深的所在是爱经历加倍的信心。用那因为无要传福音，要逃避上帝的命令，到伫大鱼的巴肚内，向迄落海伫大鱼的巴肚内。用那讲，你甲我迄落深海，到伫海底大水为我，你的波浪，你的大影看我。哇，迄是一个最深的所在。我想。用那有经历过，经历伫大鱼的巴肚内。咱面对现在的宣教甲传福音，咱嘛一定爱经历这个最深的所在，将网拍伫遐。水有偌深，对咱的信心就有偌多，甚至要有加倍的信心。伊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讲，上帝救了咱。警告咱诚做伊家己的子民，毋是根据咱的行为，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这恩典伫万世以前就透过基督耶稣来赏赐互咱。所以咱若无突破这个观念，因为上帝警告咱，毋是照咱的行为，是照伊的旨意甲恩典。咱是搁将咱得到恩典来回应上帝。来回应主，所以咱观念爱突破，有顺服的心，以及加倍的信心，来完成福音的事。咱开寒假英语班，有时一开始3个囡仔尔，当然你会愈做，仰望上帝，互咱有这个信心，长到4个囡仔。我想后学期主日学若搁甲咱斗3工，有可能到5个囡仔、6个囡仔。咱有可能对1班到2班，大人若要学，搁有第2班。所以咱耶稣说，互人讲，迄挂菜子的信心是会成长的，毋是一直是安尼。有可能做足久的时间，你才会当长大。缅甸有一个宣教师，伊对美国去宣教，伊宣教到10几年，才有一个人洗礼，伫缅甸。阁是伫伊边仔助理，咱的宣教师嘛是啊，马雅国医生也是李修牧师，以及马街是竞选伊的学生，后来这学生才成做伊的门徒。颜清华就是伊也收到真好的学生，这个人后来才好了将福音搁甲伊传去，毋是伊一来就有足侪人，毋是，是爱经历。爱经历真多的事，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最深的所在是爱阁有加倍的信心，来挑战咱。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真做阮的倚靠，阮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亲像你呼召彼得的时，彼得将伊的船，甲伊放咧，这是伊原本趁食的生财的器具，伊将这个世事甲伊藏咧，专心来跟对耶稣。祝福阮会当诚做专心跟对你的人。有时阮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的挑战、迷惑、颠簸。有时阮无法度专心来侍奉。嘛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服侍的内面来经历主你，互阮会疼痛，帮助阮伫侍奉的内面，伫阮的观念，阮爱调整以及提升。有时阮拄着时代转变，有时阮拄着政策的转变，求上帝帮助阮。有时阮伫最深的所在，阮惊吓。阮要有加倍的信心来赢过，我求上帝赏赐阮，耶稣的眼光帮助阮，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艰难
艰苦，总是阮有信心来赢过。有上帝施恩予阮，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因转首。救主出声叫我，乱流的人滚我，大家好打真情，直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到。亲像行入风暴，那我靠主耶稣，伊灵明开我路，我靠主恩典，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到你那心思有话，所行所做犯罪，只可救主保卫，为洗清咱的罪。我靠主恩典，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到。对世个我的事，先都当像先死，欢喜这声来呼，呼罗主大功劳，我靠主恩典，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到。那这车子下面书献，请秉营执事、赎圣执事来书献。
咱掀开酒报的第3面，本周的金句金句才有酒报有减一字吼，拖船吼。我读一遍，大家煞接读2遍。因拖船我翻了后，将一切放下，去缀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来。因拖船我翻了后，将一切放下，去缀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因拖船我翻了后，将一切放下，去缀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好，酒报的第3面，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兄弟家己来看。酒报的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今仔日中昼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咱各位同工注意。昨咱有接待韩国的教会吼，总共有51个人参加。第2点，礼拜了后有爱餐，感谢牧师长老的准备，请食饭饭后吼，请信息小组甲饮奶小组替咱有一个洗碗的服侍，愿主祝福。第3点，这礼拜3祈祷会是为着梦小组甲温电小组来带祷，欢迎参加。主理是陈雅恩执事。第4点，2月17拜二，新正礼拜、清社礼拜了后，有第1点，咱做伙来交易，有提供这个囡仔的佚佗物仔的体验，教会嘛有分送这个马年的祝福的红包吼，传道部嘛有举办圣经幼米彩的活动来。提供这个红包甲奖品吼来同乐，邀请兄弟来参加。下面则有新正礼拜服侍人员请有备心。第5点，咱奖学金吼，114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的申请到2月22日截止吼，请咱兄弟注意。第6点，本会5楼图书馆要真需要义工来协助倒骹手来整理这册，请有意愿的来电属新职事来报名。第7，全教会读经，这礼拜的进度是《生命记》28章到33章。其他的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第一继续为着这。身体无爽快，病痛兄弟来为因代祷。关怀协会消息，这个拜二的健康促进班甲拜4的乐龄教室吼，因为过年的关系有休困3礼拜，请注意。第3点，咱3月12日拜4下晡2点到3点半。伫1楼的副堂要举办歌唱基础班，邀请陈宣慧老师来替咱上课哈。每一个人是500块10节课，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罗伊执事来报名。酒报的第5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一，主日今仔日有2场的活动，伫11点要举办亲子悄悄乐。欢迎小朋友来参加。第2点，伫中昼12点半到2点半，要举办一个讲座吼，邀请轻松农场的场主邱玉凯来讲吼，主题是鱼菜一家亲，现场的实作教学吼，欢迎对这个菜色种植吼有兴趣的人来参加。第3点，后主日因为2月15日吼，因为咱小年夜放假的关系，所以主日的迄个国小部甲幼稚园停课1次。第2，青少年团契今主日11点20分有
举办保龄球，拍保龄球的活动。第三，乡里团契伫即礼拜三2月11日上午11点，伫英屋日本料理要举办迎新会吼。迎新会咱若要报名的，甲今仔日截止吼，每一位顾客友是300块。再来看献歌队第4点，献歌队2月14日拜六下晡4点吼，伫咱本会要举办这个人生即兴工作坊吼，咱邀请到这个德国伫留学当中的这个陈洁仪姊妹，伊是建中技术的查某囝吼，来替咱来分享吼，这个真好的一个音乐体验讲座吼。本会后有提供便当，目前有40个人报名吼，真欢迎兄弟继续来报名到今主日截止。下面兄弟团契、妇女团契、小青团契，请咱家己来看。主播的第6页，才有奖学金的申请办法。咱即马国小3年级就可以申请奖学金哈，每个人是1000块哈，不要只有陈领天申请了哈。好，再来，本主日要举行2月份的寿星庆生哈，念面牧师来主持。主播第7页才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来反映。下面咱介绍新朋友庆生。请陈牧师。咱介绍新的朋友李嘉楠跟陈雅烈，李嘉楠甲陈雅烈，来拍鼓欢迎。阁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无？好，安尼咱即时来举行庆生，咱请2位。寿星2月过生日的兄弟姊妹，咱请起立。不要客气哦，吼，名单上新朋友，你若是2月生日，嘛请你拢来领受这份祝福。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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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愿祝时份2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下面咱要说三角来代祷。咱为着久久无来兄弟来替因祈祷，嘛为着线上收看礼拜兄弟求上帝施恩甲因同在，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下午中昼，阮有爱餐，求上帝你帮助所有流落的人，做伙来。伫主的厅的内面，来互相邻者交陪。阮嘛有中职会甲社会，求上帝看顾遮的同工，互阮出席参与会议，来计划教会的事工。求上帝帮助阮所有的中职，阮的社区的工作，求上帝嘛帮助。伫过年期间，虽然有休困，嘛互同工得到好。的传习，嘛，或者会参与的人伫3月份继续来参与阮的健康促进班，甲阮的乐龄的教室。伫后尾拜，伫即个拜六，阮嘛有阮教会的节仪，要来办人声的即兴的工作坊，透过伊学习来帮助兄弟姊妹怎样对家己的发声来唱好的歌，求上帝帮助施恩伫阮的中间。阮真欢迎今仔日伫阮中间的新的朋友，阮一届的欢迎，永远的欢迎。求你听阮，帮助阮的教会，互阮诚做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甲学生，
无论阮参与什么种的团契聚会，阮拢爱学习正做主的门徒，来学习主的教导。求上帝听阮，我们为着做伫线上礼拜的兄弟，求上帝施恩予因，也为着身体的因故无法度出席阮的礼拜的，求上帝你有缘听惜因。无论还阁接受治疗的兄弟姊妹，祝你甲因三角同在，帮助因，互因有信心，靠主来得胜。愿感谢阿拉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面咱来互相请安。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搁一摆，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好，请咱游玩徛地，来吟上行的诗歌390首，学老天父万福本源，因是煞请牧师祝祷。愿灵极大，仁爱交增。阿罗耶稣小我罪犯，罪我中保，将你万关。阿罗先心感化罪人，受死连连恩惠离心。阿罗先悲先行先行，三位一体，即现即今。阿门。做咱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